欢迎收听12月27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谦牧师，大家平安。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分享的是诗篇85篇，诗篇85篇。而我们今天呢要祷告的经文呢，更是要来为我们国家祷告的经文。公义要走在上主前面，为他预备道路。公义要走在上主前面，为他预备道路。因为我们所认识的这位上帝，他是公义的上帝，他所走的道路必然是公义的道路。对照着公义的道路，所以有不义的道路咯。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，讲到的好像是过去这些上帝所拣选的子民，他们从败落当中回到自己的家乡。可是当他们回到这个家乡的时候，他们看见的呢，是一个需要重整的家园。在这里，诗人他一开始就讲到，上帝让他们能够回到家园，也是因着他的慈爱、信实，也是因着他的怜悯。上帝赦免他子民一切的罪过，他不再向他们发怒气，因为这位上帝是拯救我们、复兴我们的上帝。但是面对一个残破不堪的家园，或是跟自己想象中那美好家园有极大落差的土地，这些子民该如何来为这个地方来努力重新建造呢？在这里，诗人用他的祷告成为他建造开始的动力。在这里，他寻求上帝的拯救，寻求上帝的公义，也寻求上帝来改变他看待这块土地的态度。他聆听上帝所说的话，如同过去借着先知所预言，也是他自己的领受。如果我不再走这愚昧的道路，上帝就要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，他一定会来拯救这些敬畏他的子民，而他的荣耀将要充满在这国土上。是的，当我们在看见台湾的处境的时候，这一首诗篇，我想可能更是让人有感。在这块土地上，拆毁的很容易，可是要建造真的需要大家齐心努力。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，在这个世代当中，有太多的声音，甚至有太多的杂讯，都在挑战我们内心信仰的根基。所以在今天的经文里面，从第10节到13节讲得很清楚，慈爱与忠信彼此相迎，正义和平是互相拥抱。人的忠心、信实、信心从这个地上发出，而上帝他的公义要从天上来显现，好像是一个彼此配搭、彼此合作，更是发挥彼此那个互相来联合，活出上帝信实的慈爱的样貌。公义要走在上主的前面，为他预备道路。上帝要走一条公义的道路，我们是不是已经预备好了呢？当我们面对到许多不公义的事件，我们究竟是以什么样的根基来回应这些事件？是批评，是论断，还是指出事实，更多的祷告？当我们2-3个人一起来为彼此代祷，为国家祷告，为这地百姓祷告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要求上帝赏赐给我们智慧，更是赏赐我们有一个公义的判断，好叫我们不被自己的背景所限制，不被这些历史的伤痛所辖制，而是更能够活出建造现在这块宝岛的能力，叫我们的话语、行为，还有对社会的关怀，都是
能够高举上帝的名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上帝，你要我们走一条信实公义的道路，因为你是这样的上帝。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拥有家园，不论这家园是残破不堪还是繁荣繁华的地方，主，恳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持守从你来的信心，从你来的真理，叫我们领受这治理这地的权柄，叫我们不失落你的公义。谢谢你带领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再次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，恳求主你帮助你所爱的台湾。在这块土地上面有许多正在面对的挑战，不论是外交，不论是国防，不论是经济，甚至面对到疫情的挑战，恳求主你赏赐我们执政掌权者有从你来的眼光，有从你来的信心，更是有从你来的公义。因为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谦卑的心，是主你对我们的教导，让我们能够与你同行。谢谢你用公义为你自己预备道路，也为我们预备道路。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谦牧师。愿我们常常用祷告来守望这块上帝所赏赐给我们的土地。我们明天见。